我主我的心希慕你，我主我要跟对你，日日做甲听通看亲像天，你信实地教万世，我主我的王，落你大尊名，奉献我落的这耶稣，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第二站。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主是你眼光，我要完全我靠真正听候，我安息伫你内面，我要保养你的眼光甲稳定。你教我记你的名，耶稣，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借着你的降生甲牺牲，阮通来成做上帝的囝儿，阮的人生都有一个新的出发，对黑暗中来得到光。主，阮感谢你，你予阮有新的愿望，予阮有新的气力，但阮也要来领受主你的话，求主你找圣神来充满阮。互阮会当搁较深来认捌你，互阮的信仰生活，互阮的教会生活，拢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团体？我想这对咱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是真要紧的。教会是怎样来发展？我想，咱对这两个问题，咱爱有一个，咱爱去思考，咱爱去研究。不管是毋是基督徒，我相信对教会伫这个世代，伫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咱拢是会珍重，咱拢会看，会注意到。除非伊是完全无咧看新闻，无咧注意这个物件吼。对基督徒来讲，教会佫较是要紧，教会会当亲像咱的这个信仰的老母、信仰的家庭，甲咱靠，甲咱扶持，咱伫这个咱伫教会内面得到操练，得到教导、性命日日来成长。对基督徒来讲，教会是高举耶稣的所在，是高举传扬耶稣的所在，传扬福音，就亲像。这个茫茫渺渺的世界内底的一拍光的灯，所以咱要用七遍的主日的信息来看圣经内底讲到初代教会的记载的一篇一卷的圣经，就是咱的使徒行传。咱要用七遍的时间来看使徒行传，要来更加来认捌教会的意义。嘛知影，咱要安怎参与？咱要安怎参与来起造一间合上帝教会心意的心意。若是声较大吼，咱会当甲后壁的窗关起来吼，因为阮囝真吵吼。所以咱一开始，咱先来看教会的起源伫叨落，教会的开始伫叨位？教会是一群基督徒想出来的物件吗？教会是一群的人讲，啊无咱来组一个协会，
啊无咱来做一个机构，所以安尼就来产生嘛？毋是，教会建立是主耶稣的意思，请咱做伙讲来，教会建立是主耶稣的意思。一个团体成立的原因是真要紧的吼，是真要紧。有的团体看起来真好，但是你去思考伊背后所成立的目的，你较发现啊，原来这背后嘛无一定足理想的。所以咱看见教会，虽然咱看教会有伊无完美的所在，无毋对，亲像咱共款，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有无完美的所在。但是你去追根究底，去看讲为什么有教会，你看到讲，哎呀，原来是耶稣基督的旨意来设立教会。咱做伙来读哈，这马太16章，请咱做伙来看来。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这个石盘顶。阴间的权势袂当赢过伊，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今仔日伫地上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今仔日伫地面上所偷放的，伫天顶也要偷放。你有注意到无？耶稣安怎讲教会？耶稣讲这是啥物人的教会？讲我要将安怎？我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啥物人的？耶稣的。教会是耶稣的，所以咱看见一项物件，伊的价值常常就是看这项物件伊是啥物人的。这项物件是啥物人的？讲啊，这本册哦，这本册敢若这本册讲无啥物了不起的，无啥物了不起，但是这本册若是美国总统捌读过，捌伫美国白宫的书架上面。哦，安尼这本册有价值无？有哦，咱就会当甲摕去拍卖啊，对无？咱就会当甲摕来义卖，因为这是美国总统读过的书哦。所以讲，一项物件伊的价值，甲伊的主人是啥物人，有真大的要紧。可能咱看讲教会有的大间，有的真细间，有的真出名，有的普通，但是你若注意到伊的背后的主人啥物人的时阵，我相信，咱每一间教会拢唔敢看轻，就算伊是不完美，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的主人是谁。所以咱做甲边的人讲一讲，唔通袂记这教会的主人是啥物人，甲讲一来。所以有时阵咱讲，这个教会我不满意，我不要去教会聚会了，我对教会失望了，我不要去教会聚会了。那用人的角度看，这是真合理的讲法。那是真正你咧徛伫圣经的角度看，你就讲，哎呀，虽然教会不完美，虽然我们自己咱的信用嘛不完美，但是你唔通袂记这你所踏入去的教会，伊的主人是啥物人？伊的主人是啥物人？你拒绝教会吗？你是不是同时，你是不是忘记教会的主人是谁了？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有看重教会无？有哦，耶稣唔但看重咱的信用，耶稣嘛看重咱的对教会的起造。耶稣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这个石盘顶面，阴间的权势袂当赢过伊。耶稣对彼得讲：我要将天国。耶稣对教会应允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你伫地面上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你伫地面上所偷放的，伫天顶也要偷放。这互咱看见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咱拄则讲，教会是耶稣所起造的，而且教会有天国的权柄。请做伙讲来。教会有天国的权柄，阴间袂当，阴间的权柄袂当赢过教会。做伙来讲来，阴间的权柄袂当赢过教会，无毋对。所以教会会当赶鬼，无毋对。所以教会会当除偶像，这是为虾米？这是因为教会有耶稣所予教会迄个天国的权柄。所以阴间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伫教会的面前是无法度徛在的，因为毋是因为教会厉害，是因为教会的主人是啥物人？耶稣。教会的主人是耶稣，所以教会所出的溃烂，
其实是耶稣的溃烂。常常用一个例来讲，就是亲像讲狐假什么虎威哦。我们教会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不要忘了背后有耶稣。他袂记住咱的背后是耶稣。当耶稣搁活了后，伊用40日的时间来帮赞，或者的门徒会当真正认捌。这个门徒伫耶稣搁活进前，因伫迄个所在喏争权夺利。因伫即个所在争论，啥物人较大？伊伫所在争论讲，以后啥物人要坐伫耶稣的边啊？意思就是大官嘛。因伫迄个拢咧想这个问题，但是当耶稣受死，钉死伫十字架顶，然后搁活的时阵，因就知影因过去的期待是完全毋对的，因爱重新认捌主耶稣。所以当因认捌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真正的使命的时，耶稣就互因会当得到一个新的使命，就是爱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咱看见耶稣上天进前，佮吩咐因做一项要紧的事。所以咱看见耶稣毋若教导因，耶稣佮爱因做一项事，就是听候啥物物件。圣神，因叫因伫耶路撒冷莫走哦，先伫即个所在，恁爱等圣神降临了后，恁才通有迄个气力出去传福音，气力去做我爱恁做的代志。所以咱看见认捌主，咱的知识，咱的真理的知识真要紧。但是同时，咱毋通忽略的一项就是，咱爱听候啥物物件？圣神哈。咱教会的历史内底有真侪牧者，拢咧提醒咱讲，灵命的双翼啊，讲灵命、讲性命的两个室，讲一个室是圣经，一个室叫做圣神。讲咱一个基督徒，若是无这两个室，若是不均衡。两个室无平大，敢会飞一？两个室若是无平衡、无有无力的话，安就飞袂起来。咱若是敢若讲我足有圣神的气力，但是我对圣经的真理拢无了解，安尼咱嘛是足紧就歪抓。但是讲这个圣经我捌透，安尼我是头壳真大，我捌透，但是我心内无迄个圣神的火伫我的内底，安尼你嘛走袂行。所以咱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耶稣就是安尼模范。耶稣甲因教导真理，但是毋若甲因教真理，佮甲因提醒讲，你毋若是敢若捌真理，恁佮爱有圣神伫你内面。阿们。甲边仔人讲者，甲边仔人讲，咱爱有圣神伫咱的心内，甲讲者来。圣神的降临，毋若是咱讲信主了后，圣神就伫咱的心内。圣神的充满是一种需要培养的代志，是一种需要交陪的。因为圣神伊有伊的位格，圣神有伊的性格，咱需要甲伊交陪，建立愈来愈深的关系。你一开始信主会体会到的圣神，当你愈交陪愈祈祷，你会对伊的认捌是会哪深哪宽，是袂减少的。咱来读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吩咐的话，《使徒行传》的第1章，咱来读这段来。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听见我所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来洗礼，但无过几日，恁就要受圣神的洗礼。但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到气力，搁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咱看见耶稣吩咐这个门徒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爱听候圣神。耶稣怎形容圣神？耶稣形容讲，这是天父所应允的。请问天父所应允的是好的还是无好的？好的，是第一赞的啦，是第一赞的。所以咱看见当这个使徒就真听话，伫迄个所在来听候。
所以就亲像圣经所写，当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因就会当来传福音。所以咱看见圣神的降临，就带来这个基督徒传福音的困难。所以咱换句话说，当圣神还未降临的时阵，这个基督徒敢有困难？真少。这个基督徒当耶稣受掠的时阵，因就拢总四散去啊。甚至含耶稣过活了后，因也是关伫厝内，毋敢踏出去的迄群。因敢若关伫厝内，伫迄个所在做伙祈祷，讲着传福音。哎哟，出去惊会抬头哦。但是当圣神降临伫因的时阵，外口的情景无变，犹原嘛是有可能的牺牲，但是因就勇敢踏出去啊。但是伊就欢喜接受这个世界的挑战，所以咱看《使徒行传》记到圣神的降临的一段话，咱来做伙来读啊！来，五旬节到啊，门徒拢自己做一伙，忽然间对天顶有声音落来，亲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充满了因所做的这厝，阁有纸亲像火来显现。落伫逐人的头壳顶，因就受圣神来充满，照着逐人所事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咱看见，因一直祈祷到五旬节。所以讲，进前捌考过哦，讲到底因祈祷，因做伙祈祷了几工？耶稣搁活了后，耶稣搁活五旬节。然后耶稣搁活几工就天40工，请问因搁祈祷几工圣神甲降临？10工，因为50减10嘛，减40，剩下10天。因做伙祈祷，伫迄个所在，像耶稣所讲的听候圣神的降临，做伙祈祷，热切的祈祷，因遮做伙。自己听候，确实圣神就降临过来。所以有时阵，咱若要追求上帝圣神的困难哦，咱专心祈祷是真正要紧的。咱若平常时拢无认真祈祷，你若讲哎呀，上帝啊，我的基督徒的性命啦，拢无困难吼。但若伫迄个所在抱怨，你这个抱怨不成立。我们这个抱怨不成立，因为咱无认真祈祷嘛，咱无迄个渴慕的心求主嘛，迄个圣神的困难当然就无伫咱的身上来显现。所以咱看见，讲圣神出现间有迄个敢若声音来出现，讲，往来一阵风吹过来，讲落伫因所做的厝，然后讲每一个人的头壳顶，讲有一个敢若舌头，敢若纸的火伫因的头壳顶。然后因每一个人受到圣神的感动了后，因就圣神赏赐因的口才，因开始会当讲别国的话，所以迄个时杜顺心就开始讲这个西班牙的话，亚罗可能开始讲这个，开始讲德国的话，拢开始讲无共所在的方言啊，这个。伊康开始讲广东话，咱开始讲无共所在的话，但是因所讲的话拢有共一个方向，就是咧俄罗斯的大官僚。所以当圣神降临的时阵，带来工作第一项就是传福音。圣神充满要带来传福音，请做伙讲来。圣神充满要带来传福音。一个人若是讲伊圣神充满，但是伊拢无要传福音，这有问题。这有问题哈，伊所受到的圣神，甲圣经记载，敢若小可无啥共款。所以圣神带来的困难，就是互咱有一个火伫咱心内咧倒。这个真道教会的主牧师伊安尼形容，讲教会确实是需要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来领受圣神的充满。讲为什么？讲因为圣神充满的亲像伫基督徒的生命内底装一个。莫打共款，装一个传福音的莫打，装一个迄个传福音热切的心，当圣神充满，你毋免甲讲传福音，伊自然就会想要去传福音，伊自然就禁袂牢，伊就想尽办法，我要怎将福音带出去。
所以这个门徒当因圣神充满伫因的身上，因就用逐所在的话来学了主的大开力，彼得徛起来，彼得徛起来，伫众人的面前，毋那是关伫厝内哦，伫众人的面前，因为这个代志已经影响出去，众人的面前徛起来做见证，讲道篇阁真大篇，咱看圣经讲真长。彼得是啥物款的人？伊有一个上出名的记录，叫做3摆安怎？无认主，3摆无认主，但是即摆伊徛出来，即摆即个上真后道闪的，竟然徛出来。环境有改变无？其实无改变，伊嘛是有可能互掠去，讲这是耶稣感动的，伊嘛是有可能。但是伊的态度已经无共款啊，因为圣神伫伊的身上，伊讲道。伊呼召，伊讲道讲，恁所定是为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伊做基督，伊也已经告我，好大胆，好大胆，竟然敢为着一个死刑犯来讲话。这就是圣神伫伊心内的做工，将迄个宣教的信心充满伫伊的心内。而且毋那是充满伫伊的心内，互伊会当传福音尔。圣神阁做一项奇妙的工作，就是互听到的人拢插心啊！听到的人拢插心，听到的人拢有一个感动的回应。这就是圣神的工作。所以这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咱要传福音，咱毋那是去传，咱阁着爱求圣神来做工伫伊的身上。求圣神伫做工伫伊的身上，因为咱知影，咱的口才搁较好，嘛无效，定定嘛互拍枪，讲哎呀，宗教拢共款啊！啊，你拄拄咧，你煞毋知要安怎讲？哦，求主帮赞，互咱所传的福音会当进入伫伊的心。虽然嘴讲啊，宗教拢共款啊，但是伊不得不承认一项代志。但是上帝真正真疼你哦，伊爱记牢，伊心内开始有一个上圣神伫迄个中间来做工，所以众人听见彼得所做的见证。圣经记载讲，逐人每一个人，遮个人，因拢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心内感觉足刺激的。你敢体会过心内的刺激？讲，哎呀。对呢，就是迄款感觉，就是讲对啊。伊安尼讲，敢若伊讲着，我敢若心内敢若有一个火咧倒，敢若有一个心内有一个感触，讲应该爱回应，所以因就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问讲，安尼要安怎？因就问一个态度讲，安尼原要安怎？所以彼得就甲因讲，恁逐人爱悔改，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洗礼，恁的罪就会得到赦免。因为头前讲到是恁将这位耶稣钉去伫十字架的顶面，但是当恁悔改，耶稣就要赦免恁的罪，而且恁也要领受所赏赐应允的圣神。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以及一切的人，就是主咱的上帝所调来的。所以咱对这段的经文内底，甲咱回答咱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啥物呢？教会今仔日咱拄仔所读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咱遮的人，遮个受圣神感动的人，遮个互圣神充满传福音、因也回应的遮个人，因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上帝所呼召，所以教会是啥物？教会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人。请做伙讲来，教会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所呼召的人。边仔兄弟也是，你甲看者，讲，你甲学了者，讲，这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甲学了者来，这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
你敢知影？上帝有时阵叫人，人叫袂应的咧。但是咱是叫会应的，咱叫会应，所以今日坐伫这个所在啊。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受圣神感动的，教会是圣神福音对真理的感动的。请咱做伙讲，教会是啥物呢？是对真理的感动的。来做伙讲来，是对真理的感动的。教会也是愿意采取救恩的行动。请做伙讲来，愿意采取救恩的行动。啥物是救恩的行动？悔改信主啊！毋若悔改，毋若心内悔改，还有一个要紧的表达，就是愿意洗礼嘛，愿意洗礼。所以洗礼实在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一项代志，因为这是将咱的信心表明出来，将咱的信心表明出来。哦，毋只是爱在心头口难开，而且是我一生爱你不回头，所以我决定跟你去户政事务所登记，我一生爱你不回头。哦，所以真要紧的真要紧这个部分。而且教会是啥物呢？教会就是因会当领受所应允的圣神。咱做伙讲一来，会当领受所应允的圣神。所以教会是圣神的团体，教会是一群会当领受所应允的圣神。教会也是一群经历最得到赦免的稳定。最后，教会必得来提醒遐个听上帝的话受感动的人，甲因讲，恁着爱保守恁的性命，脱离即个弯曲的世代。意思就是讲，爱甲即个世界无共款，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什么会当要求遮个人爱过得胜的生活，甲即个世界无共款呢？因为圣神已经伫因的心上。因为上帝已经赦免因的罪，因也愿意来对回应救恩的行动，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上帝对教会有一个真悬的期待，真水的一幅图。因为教会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人，是受圣神感动回应真理的一群人，所以咱要来看这间教会后来的发展是怎样。一开始，这群关伫房间内底，唔敢走出去的人，圣经记载有120人。哦，迄间教会120个人。然后当彼得徛起来做见证了后，有真侪人来受洗礼，讲受洗礼的人有3000，所以这间教会对120。头前加一个3，叫做3120人吼。哦，那一困头变遐大吼。但是因众人有一个真特别的反应，因有一个真水的团契的生活伫因中间。伫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的42节到47节的所在吼。牧师来读，咱来听吼，讲这间教会喏情形安怎呢？讲42节讲，常常专务伫使徒的教师，3个交陪8饼祈祷，众人拢惊吓。使徒阁行做奇事神迹，生人拢伫聚集伫一所在，所为米公家用，阁将物产家业照逐人所欠用的互因。日日同心专务伫殿内，也伫人家来8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而了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因。咱对这段经文看见，因的教会生活有5项真水的特征，会互咱来学习。第一，咱看见这个教会充满了荣耀的敬拜，请做伙来讲来，荣耀的敬拜，因讲。常常伫殿内做伙敬拜上帝，因毋若伫殿内敬拜上帝，因也伫家庭的内底来敬拜上帝。会当讲是得时不得时拢敬拜上帝，所以咱看见因
因毋若是去圣殿讲去教会做礼拜，讲一礼拜一遍，因是每一日拢有敬拜的生活。咱甲边人讲者，咱每一日拢需要敬拜的生活。甲讲一来，你每一日拢需要食饭对无？啊，耶稣毋是讲吗？耶稣讲，人毋是靠着食，人毋是敢若靠食米来活呢，啊是爱靠啥物件来活？上帝的话。咱哪会当逐工拢食饭，但是煞无一定逐工有食上帝的话呢？安尼营养分安怎不均衡的？营养分不均衡。啊，若讲定定拢无食上帝的话，这叫做营养不什么？不良。营养不良会发育怎么样？发育就会不好，对不对？啊，迟缓哦，这严重。哎，不过咱必须承认，有时阵咱的灵命应该爱成长搁较好。啊，为什么无成长搁较好？啊，真正讲的无毋对，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摄取营养。所以咱教会鼓励咱会当来用这个挂菜种的灵修手册。来灵修，这本册实在真好呢，因为伊拢有教咱安怎来灵修，而且伊的内容甲咱的讲道的主题会配合做一伙。你礼拜天听讲道，你周间你拢会等于你就是会去思考、去学习，会当帮助你将主礼拜日所听的话，你会当实行伫你的生活内底，啊无你听10年嘛无效。因为咱听拢无去行，对咱的帮助无大，所以咱每一日会当有灵修。所以你想要买灵修手册，爱紧找收入长了，因为剩10几本尔，卖了，我搁来叫啦，卖了，请咱把握机会，紧开始新的年。要安怎得到迄个大上帝的祝福？就是你逐日来亲近伊，昨甲青年咧帮因洗礼了咧上课的时阵，讲现代人真幸福。讲手机内底拢会当放上帝的话，都会甲讲对吼，现在 APP 里面也有荒漠甘泉呢。我最近甲看到讲 APP 里面也有标杆人生呢。还有啥物每日读经4亿还是啥拢有真多，无问题。你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拢真好，但是要紧的是，圣经唔是放伫手机内底尔，你要记得去把它点开来读，你要记得去照圣经所讲的去做，那才有用嘛。不然我装10个 APP 也没有用啊，对吧？因为我无去亲近上帝，所以这是真要紧的一个部分。第2项，这个基督徒应要有亲密的团契，请做伙甲伊讲来，亲密的团契，因知影敢若敬拜，敢若讲来做礼拜，或者是咱敢若个人的灵修生活是无够雅的。咱需要人甲人做伙的连结，基督徒之间互相的团契。所以咱看见因是用家庭小组的方式，是逐人无共款的家庭来组织，而且讲因物件讲家用。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交接，就是团契。因也伫厝内底来擘饼就亲像因可能有时咧收圣餐因可能是纪念主的死，甲伊要搁再来。所以咱看见因伫家庭内底有迄个团契的生活，所以这互咱鼓励咱伫家庭内底有团契的生活，也鼓励咱爱有小组的生活。请做伙讲，基督徒需要小组的生活来。小组毋是牧师想出来的，咱伫教会历史内底，咱伫圣经初代教会就有小组啊。初代教会就有小组，咱是迄个亲密、迄个共家分享、互相带导。第3项，咱看到初代教会，因的一个真水的部分就是灵命的培育，请做伙讲来，灵命的培育，因常常专务伫使徒的教示。因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主的话，领受这个人的教导，而且因同心合意伫圣殿内底来敬拜。咱看见这个教会是灵命的成长的教会，灵命受培育有咧进步的教会。咱的教会也是这个目标咧迈进。咱的
讲道、咱的小组、咱的灵修、咱的各方团契、小组各方面拢是为着要帮助咱的灵命来成长，所以咱爱会记住，基督徒的性命不是原地踏步的。基督徒的性命，有性命的物件，伊就应该爱会改变。伊袂改变，因为伊已经断根啊，所以伊袂改变。伊只有渐渐等伊来结束打去。但是咱基督徒毋是安尼，讲日暝三思主的话，这个人就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安怎，栽伫倒位？栽伫溪水边。讲叶袂高大，照时结果子，叶也袂高大。各位兄弟姊妹，咱这正是咱追求的使命，就是日日来成长、定根伫主的话的内面。而且咱看见这间教会温群的服侍，请做伙讲来温群的服侍。因毋若照顾教会内的寡妇，圣经的圣经学者的研究讲，因含教会外社区的寡妇，因拢咧照顾。当时上弱势的就是寡妇啦。所以对咱来讲，咱真侪的教会真侪教会也拢咧做这个部分。咱进前也是来做这课后陪读班。虽然因为一寡情形咱无继续做，但是求主帮助，互咱有缘有这个服侍的心，将得到证明的喜爱，因为因愿意侍奉，愿意来帮助，最后因也火热来传福音。因愿意用话来传，甚至因愿意为病人祈祷，病人就好。因用信仰来传，因用疼心的服侍来传。结果是主将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福音。水无？这间教会有水无？水哈。其实初代教会为什么要记甲遮清楚？因为要互后代教会来学嘛，要互后代教会知影。上帝的教会会当足水的，上帝的教会当上帝恩典充满兄弟姊妹做伙来投入的时阵，教会会当足水的，教会会当为这个社区，会当为这个基督徒，诚做这个充满疼的，亲像社会光灯同款，是遐尼啊水的。到伫建堂的工地，等者徐天长老也要来甲大家报告，就是咱建堂即马的进度是安怎，互咱会当来了解。去迄个所在，甲工人做伙分享报告的时阵，有讲了有牧师伫迄个所在甲因分享，讲咱的即个所在，恁所咧起做的所在，是非常有价值的所在，因为伊未来要诚做是社区的光灯。牧师举一个例讲，亲像92大地震的时阵，有的教会甚至诚做是所有社区的棺木，拢放伫迄个所在。咱知影是中寮教会，中寮教会放伫倒位？放伫礼拜堂厅。教会开放，无人介意，互棺材放伫家己的厝里的啦。汉庙嘛毋愿意，但是教会拍开门，教会拍开门。将或者伤心流目屎的人有一个安息的所在，毋免人都已经过往去啊，搁去搁咧流浪，毋知要下伫倒位，接纳入来，将这伤心流目屎的家庭接纳入来，伫迄个所在，互因伫这中间，互因伫这所在会当流目屎纪念。所以看见中寮教会后来新热技术真多，中寮教会后来骨来的动机来洗礼，疼心，上帝的疼，带着上帝的疼，带着上帝圣神的气力来服侍，传扬福音。中寮用要关起来的教会，但是真正92了后，这个教会开始勇行起来，开始稳定起来。继续伫迄个所在做主的光灯，主将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互伊的教会。这是咱的期待，咱的教会毋是好看头的。咱以后咱的教会足水的，白色的。你敢捌看过教会白色的？除了去希腊以外，对不对？很少见了，白色的
白色的，足水的。头前的这个图书馆落地窗呢，图书馆落地窗，而且是双面落地窗，前面是树，后面也是树，你坐在里面读书呢，刚刚在森林里面读书了。建筑师形容讲，那个感觉实在是太享受了哦，太奢侈的享受。但是这间教会若无行伫上帝的路，遐水敢有意义？愈水愈水愈巧，耶稣笑对无？哦，恁教会遮水，但是恁内底的人敢有行伫我的道路顶面？敢恁的内底的人灵命敢有成长？敢有听心？敢有成长？敢有好好来追求信仰的进步？求主帮咱，互咱认捌教会，认捌教会的建立，知影主对教会的心意。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看见我会当参与伫你的盛会。你的盛会是遐尼美妙、遐尼阳光的。主求你帮咱，互阮会当好好来投入伫教会，因为你警调每一位囝儿，拢是归伫身体，毋是孤单来做一个基督徒的。主啊，求你帮咱，互阮会当连接伫你。也求你圣神来充满伫阮的心上，互阮通有迄个新的画面、新的态度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也求你祝福，互阮身边教会会当真正有阳光的敬拜，有亲密的团契，有培育，有侍奉，也有宣教。主啊，互阮会当活出教会的五项要紧的功能，会当将阳光归伫你，行伫主你的心意，也讨世间人的欢喜。愿感谢你，学到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